昨天老四让人干残了，咱们今天非得放倒几个。阿南，人都到齐了吗？人差不多了，就是兵哥那边。干活了。喂，兵哥，今天光头长周福约我们在滨海公园西门谈事情，白哥打算动手哎。看着不早说啊！白哥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害怕。我去。福元哥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！这不叶小白吗？哎，廖一兵呢？怎么还不敢见我？兵哥今天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讲啊？跟你说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做得了主，做不了主。你要问他们了。别闹！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福元哥，我好害怕呀！人老了就回家抱抱孩子，多好啊！啊！少跟我废话！昨天你打伤我几个兄弟，是不是得给个说法？好啊，把酒钱结了，给你兄弟报医药费。小朋友，你要是这么跟我聊，那就没得聊了。你怎么才来？这车，衣服没发。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跳广播体操，干嘛不叫我啊？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？下个屁课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跑来的。要聊回家聊去，给我上！廖一兵，你真当老师了啊？随身带着笔啊？你这几个意思？福二哥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过警了。如果你不想进去喝杯茶的话，咱们这就算了。廖一兵，算你狠。撤！哎，兵哥，在这儿你才是廖学兵，去当什么老师啊？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开心啊？喂，那，你就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兄弟们给你丢人了？现在你也是大哥。喂，上车了，我送你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找人赶紧把我摩托车修了，要不然你捡棍儿吧你！ OK。